每個人都有一個生存嘅目標，一個強大嘅信念，可以推動我哋挑戰生命中嘅起起跌跌。一啲你值得為佢付出嘅汗水、眼淚同埋面對失敗嘅勇氣，因為你知道你得到嘅唔單止係一場勝利咁簡單，講求嘅係你要全力以赴，將你嘅能耐發揮到極致，成就最好嘅自己，呢個先係成就嘅真諦。我係楊文慧，我嘅目標係成為最優秀嘅跳高運動員。保持健康同埋身體質素一直都係我生命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喺2020年，當全港所有嘅運動場所都被迫關閉超過100日嘅時候，對我生理甚至心理都係一個嚴重嘅打擊。突然間冇咗一個避風港，令我嘅訓練越嚟越困難。唔單止冇咗好多比賽嘅機會，更重要嘅係，我覺得前路有太多不可預知嘅因素。但我要更加堅強，去跳過一個又一個新嘅高度，去迎接一個最好嘅自己。面對逆境，我哋更加要迎難而上。每次比賽，每個挑戰，每個生命中重大嘅事件，我都係以大家口中所講嘅堅毅同埋決心去面對。面對新冠嘅疫情，其中一樣我可以做嘅就係恆常檢測。咁樣做唔單止令到自己安心啲，更令我知道只要團結一致，一定可以克服所有困難。喺每個人嘅內心都會有一個渴望去推動自己向前，而要積極咁樣向前先可以達到心中所想。我會用最大嘅能力去令到自己保持身體健康，因為要有健康嘅身體先可以為自己、為身邊嘅人、為大家貢獻更多。我哋要一齊保持積極嘅心態，只要一齊努力，先可以擁有改變嘅力量。恆常而準確嘅檢測係邁向未來之道。May the health port be with you. Don't test, don't know.